大家好，我係葉迎飛。自從有李小龍功夫電影之後呢，好多人都覺得香港嘅功夫明星呢，嗰個實戰能力好高，因為佢哋喺銀幕嗰度睇到，好似阿甄子丹啊、成龍啊、李連杰啊、梁小龍啊，佢哋喺銀幕嗰度呢表演嗰啲功夫都好似無敵咁樣，冇人夠佢打嘅。咁但係真實又係咪咁呢？嗱，而家我哋就揾咗香港電影10位嘅功夫明星，睇下佢哋真實嘅實戰係咪好似喺銀幕嗰度咁犀利。成龍自細就係學京劇嘅，翻關斗啊、拱橋啊、掌上壓啊，嗰啲就一定好犀利。但係喺實戰裏面，佢嗰啲功夫又得唔得呢？因為好多人都話佢花拳繡腿，就算連當年女星鄭佩佩都話成龍嘅功夫係花拳繡腿，但係點解成龍又會喺呢個實戰榜裏面都排到第10呢？咩原因呢？嗱，成龍佢自己講過，佢除咗自細學京劇之外呢，佢大咗就同阿梁小龍學呢個空手道、玩健身、打拳擊，日日如是噶啦。又同阿洪金寶、元華學呢個合氣道，仲有拜咗個名師學白眉拳。佢話等閒3兩個呢都埋唔到佢身嘅，所以佢曾經講佢嘅功夫不弱於李小龍。事實阿拳王周比利呢亦都喺個視頻讚過佢，話佢身手敏捷，嗰啲拳腳呢都有一定嘅 power 喎。第9位李連杰。李連杰曾經喺國內嗰度攞過5屆嘅武術冠軍，但係主要都係套路。咁大家都睇過佢好多功夫片啦，尤其是黃飛鴻嗰個無影腳啊，犀利到不得了。李連杰又喺影圈嗰度呢，被稱為功夫王。袁和平又話佢係功夫字典，差唔多你叫佢做咩動作佢都做到嘅，講咩門派啲功夫啊佢都識嘅。但係點解佢實戰就只係得第9位呢？咩原因呢？因為李連杰都講過啦，佢話佢嗰啲套路呢喺實戰嗰度呢作用唔係好大，所以佢曾經講自己嘅功夫都係花架子。佢話以前啲功夫呢係用嚟殺人嘅，佢而家嗰啲功夫呢就愛嚟表演嘅，愛嚟比賽嘅。但係我哋目測李連杰嘅功夫呢唔係完全花架子嘅。嗱，佢曾經表演打千層子，打千層子雖然唔係話好犀利，但係睇到佢個拳徑呢都有一定嘅力量。佢表演嗰個翻子門嘅套路呢都快到不得了嘅。咁佢喺真打嚟講，佢速度夠快，拳徑腳徑有翻咁上緊，而且對武術有咁深嘅認知，所以佢嘅實戰能力呢都不容忽視嘅。但係我哋喺《精武風雲》嗰套電影呢，佢有一場同阿周比利格鬥，咁就傷咗個膊頭，脫埋臼添。咁喺呢度呢，我哋就睇到啦。如果佢對住嗰啲係力量型嘅功夫高手呢，佢就會輸蝕啲。第8位甄子丹，甄子丹被譽為宇宙最強，佢演繹李小龍嗰啲截拳道功夫呢，神似度好高。佢自細就跟佢媽媽就學習呢個太極拳，之後因為仰慕李小龍，所以就學習跆拳道腳法，繼而對各門各派嘅武術呢產生深厚嘅興趣，所以佢又學埋西洋拳啊、MMA 啊、詠春啊。咁佢嗰個實戰能力呢就一定不弱噶啦。當年佢曾經有一次同阿萬二蚊呢去飲嘢，就撞到幾個飛仔，就調戲阿萬二蚊，跟住佢就出手同嗰幾個飛仔格鬥，咁一出手呢，就話打低咗4個。第7位盧偉剛，盧偉剛曾經喺香港打自由搏擊嘅呢，攞過7連屆冠軍。佢學過跆拳道，學過泰拳，以前仲係成龍嘅保鏢，所以盧偉剛嗰個實戰能力唔係好高呢，成龍係唔會請佢做保鏢嘅。第6位陳觀泰係拜大聖劈掛門陳秀忠為師嘅。
大家都知啦，陳壽忠叫美猴王嘛，佢嘅劈掛手好犀利㗎。陳壽忠收咗陳觀泰為徒呢，悉心栽培佢，訓練佢打擂台。當年佢參加咗東南亞國術邀請賽，攞咗呢個輕重量級嘅冠軍，當時5戰5勝添啊！而家 TVB 嗰個武術指導錢嘉樂都係佢師侄嚟㗎。第5位梁小龍，梁小龍自細就練呢個空手道同呢個詠春拳，佢嘅街頭經驗就豐富啦，俾人哋伏擊10幾人攞埋架撐，佢一個都頂得住，仲唔止一次喎。所以你話佢個實戰能力幾高呢？阿洪金寶曾經講過，佢話喺拍戲嗰度呢，用嗰啲功夫呢，喺實戰能夠用翻呢，佢就只係見過梁小龍一個可以做到啫。咁所以梁小龍嗰個實戰能力呢，就不容置疑噶啦。問題有啲嘢一山還有一山高，所以當年呢，佢對住黃仁植呢，2次挑戰黃仁植都俾黃仁植擊敗，所以一個頂到10幾個唔代表你無敵，一個黃仁植就可以搞掂梁小龍。但係又調翻轉，一個李小龍又可以搞掂阿黃仁植喎。但係無論如何，我哋都睇到梁小龍嗰個實戰能力呢係非常強橫，甚至有啲人功夫好過佢，都未必可以好似佢咁樣一個打10幾個。有啲人功夫好，佢可能一個打一個叻咋，你對住10幾個仲揦埋架撐喎，未必搞得掂噶。第4位陳慧敏，大家都聽過啦，拳有陳慧敏，腳有李小龍。點解佢嘅拳被譽為咁高呢？可以同李小龍相比呢？其實佢自己都講過嘅，真打就唔係李小龍嗰皮噶啦。但係佢啲拳呢，真係好犀利噶，因為佢有一個稱號叫做羽拳。大家都知啦，佢本身一早就係金牌打手嚟噶啦。佢出拳又快又密又重，曾經喺擂台嗰度2次打低對手，有一次仲係1分鐘內一拳就將對手打暈。咁佢街鬥嘅實戰能力係無數啦。咁有啲人就講咯，喂，點解梁小龍會唔夠佢嚟嘅呢？我哋見下梁小龍嗰啲功夫又快，啲拳腳又重，點解你覺得陳慧敏一定贏到梁小龍呢？嗱，我就冇講過陳慧敏一定贏到梁小龍，而家只係一個評估。咁真實梗係打過先知道邊個犀利啦。咁但係最近有一個訪問阿梁小龍，個記者就問啦，如果你同阿陳慧敏打，你覺得邊個會贏呢？阿梁小龍就笑笑口答啦，我同佢係結拜兄弟，根本就唔會打。同埋你問錯問題，你係應該問我幾時先可以練到打得贏佢。嗱，既然梁小龍自己咁講啦，我將陳慧敏擺喺佢前邊都好正常啦。第3位黃正利，大家都知啦，黃正利好後生，已經係跆拳道7段啦。佢曾經喺越南嗰度跟住軍隊佢做教練嘅，有一個越南人揸住把刀仔挑戰佢，佢赤手用隻腳踢中去太陽穴，嗰個越南人當場斃命。你話黃正利嗰個實戰能力幾犀利啦？你有冇聽過有人可以赤腳踢死人呢？黃正利就做得到啦。同埋我哋喺銀幕目測佢嗰個腿法呢，快到不得了，而且嗰個腳法嗰個變化呢，亦相當犀利。同埋當年韓國人能夠咁後生可以成為跆拳道7段呢，唔簡單嘅。其實我哋最可惜就係當年阿黃正利入呢個電影圈入得遲，認識唔到李小龍。如果唔係佢同阿李小龍呢比試下呢，應該係一個相當精彩嘅格鬥嚟嘅。第2位周比利，
被譽為華人世界級拳王。周比利有幾犀利？周比利係一個職業拳手，佢打過51場，43場勝，8場負，有31場仲係 KO 對手，自己從來未俾對手 KO 過。你話佢犀唔犀利啦？嗱，有好多人都質疑啲功夫明星實戰打唔打得㗎，就連李小龍都有人質疑，但係從來就冇人質疑過周比利實戰打唔打得。周比利自己喺個視頻都講：我唔怕俾人打親，但係我最驚就係我自己打傷人。咁你睇下周比利對自己嘅自信幾犀利啦！嗱，好似《精武風雲》嗰度，周比利同阿李連杰嗰場對打，李連杰就係頂唔住周比利嗰啲強勁嘅拳腳，搞到嗰個膊頭個膠都甩埋。咁你可想而知，周比利除咗佢嗰個招式犀利之外，佢嗰個力量呢亦係相當犀利嘅。好多功夫明星同周比利格鬥過，都話真打唔會夠周比利打㗎。點解會咁諗呢？嗱，其實我以前都講過下啦。你大家練武術嘅人，大家就咁睇，未必分到大家邊個犀利啲。但係一拆過呢，就分到㗎啦。點解會分到呢？我哋一拆嘅時候，通常都試探下對方嘅拳腳，試對方乜嘢呢？試佢速度，試佢嗰個拳腳骨夠唔夠硬淨，試佢嗰個勁力。你同周比利一拆呢，哇！發覺佢嗰啲拳腳骨呢好硬，你唔係佢嗰個級數呢，同佢碰幾下呢，你嘅手會痛㗎，甚至瘀㗎。所以我哋一句說話，行家一出手便知有與冇，就係咁解啦。嗱，當年吳京大家知邊個啦？而家喺國內好犀利嘅演員啦，又喺香港拍過好多戲啦，喺殺破狼電影同阿甄子丹打得好激烈，打得好勁啦。佢真人試過同一個香港嘅職業散打拳手拆幾下，佢拆嗰幾下，佢就攬住對方啦，就喺度笑啦，就話行家一出手便知有與無啦。點解佢咁講啊？你一碰下啲手腳，人哋硬淨你好多，咁你咪知唔夠人嚟咯。咁所以佢咪講咯，行家一出手便知有與無，咪就係咁解咯。所以職業同業餘嗰啲級數呢，喺正常底下呢，係會有一段距離嘅。咁你話業餘係咪完全唔夠職業嗰啲打呢？咁又未必。咁最主要你都係睇翻佢受過咩訓練，有幾多戰績，有幾多經驗。嗱，好似日本第一高手大山培達，當年都橫掃好多國家噶，冇對手噶，同佢格鬥親啲對手呢，打完之後都話唔係重傷就骨折噶啦，咁犀利嘅。佢就係極真空手道個創派人，喺佢自傳嗰度曾經講過，佢話佢遇過一個60歲過外嘅，係練中國傳統功夫嘅老者。佢同佢格鬥嘅時候，每一拳每一腳都打落一啲軟綿綿嘅嘢度嘅，而嗰啲軟綿綿嘅嘢呢，仲可以將佢啲拳腳帶住嚟行嘅，所以佢就認輸啦。後尾仲跟嗰個老者學咗2個月，所以有啲嘢呢，一山還有一山高，強中自有強中手，就係咁解啦。所以周比利雖然係華人拳王，但係佢喺我哋呢個香港電影明星功夫榜嗰度呢，實戰高手裏面呢，佢都只係排第2嘅。咁邊個排第1啊？唔使多講啦，功夫神啊，李小龍。因為李連杰叫功夫王，咁李小龍就叫功夫神。李小龍有咩咁犀利啊？佢啲徒弟有啲係空手道10段嘅，佢曾經擊敗過泰拳王，擊敗過空手道冠軍，擊敗過柔道冠軍，仲有好多其他功夫界嘅高手。
同佢夾鬥都係慘敗嘅。所以50年過後，外國人都尊稱李小龍為 MMA 格鬥之父。你話有邊個人做得到啦？嗱，10位香港電影功夫明星嘅排位就分咗啦。咁有人認同，有人唔認同。如果大家有不同嘅意見，可以留言，大家討論一下，分享下大家嘅心得，大家嘅睇法。嗱，人生嘅結局係無常嘅，有啲人想結局係咁，但係最終呢又未必達成佢嘅結局，但係又未必係唔好事喎。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就正如葉盈飛呢首創作歌曲，結局也非真。深宵夜念，午夜低回，為了誰自唱？舊愛貪新，有幾多悔恨？昔日人情盡化煙，人漸遠去，愛海誓盟，我多少青春，到今日明白結局也非真。一生顧慮，原是我未能。苦心自問，有沒有可能續我琴魂？亂碎飛花，增添怨恨。昔日人情盡化煙，人漸老去，愛海誓盟，我多少青春，到今日明白結局也非真。一生顧慮，原是我自尋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影片，請按訂閱。喺呢度順帶一提，你撳訂閱之餘，隔籬有個啷啷，你撳埋嗰個啷啷呢，第一時間就睇到我影片啦。多謝支持。